再来看屏东的瑞宝乡，按说要伫中南村第13公墓来设供电厂，村民拢是真反弹。初三办说明会，大家火气是拢真大哦。有村民希望讲公所会当赶紧撤案，公所嘛表示讲这案会先暂停。 一度听袂落去，居民险险要举椅仔起来射，随后现场的警察阻挡，才无发生冲突。内部乡公所伫中林村第13公墓，暗算要起供电场，初三举办说明会。不过会议一开始就互居民强烈反对，足侪民众摕着抗议的纸，认为遮尔大的工程，事先完全无讨论参详，居民非常不满，现场气氛紧张。业者并没有跟我们说他们已经签约了，是乡公所 的秘书跟我们说，他们已经签约了，那我们居民反对，那我们现在才知道说，原来你跳过说明会，直接签约了。后尾后生，阮才知影讲，要你遮要种电，啊，你遮当甲阮绿化，看要种公花是啥物货拢无要紧啊，对无？啊，种电就是袂通，阮遮村民嘛，大家无爱好种电啊。内部乡中林村村长批评，公所早就和供电业者签约，煞到7月临时会才向提出。真侪居民到2礼拜前收到供电业者的公文，才知影公墓刷走了后，竟然要起供电场，质疑程序无透明，要求公所撤案。 把整个的环境优化，又可以定期的有人管理之后，我们又能够维持这一块地，最起码这一块地的水土保持会做得最标准最好。我完全是出于一种善意，为了地方的环境。那假如村民的意见太大，其实要做与不做，对于公所来讲，没有什么损失啊。 公所表示，既然居民拢徛反对的立场，因会暂时停止这个案。居民烦恼讲，公墓拢伫山坡地，落雨就会冲拖着水，佮加上供电设施、扣水池，恐惊一落大雨就会发生土石流，对水尾的居民有危险。对此，县府强调，目前公所也未正式提出申请，后续会依法审查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